當驗到血糖好高，西醫會確診糖尿病，但係當中醫話濕氣重，佢係憑乜嘢指標呢？中醫話有啲水果屬濕，苦瓜能去濕，濕嘅症狀係浮腫，即係積水。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博士係一個 CFTR 專家 ，CFTR 全名叫 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Regulator， 呢個係一個細胞表面嘅通道 channel， 一旦受到刺激 ，CFTR 會令細胞內帶負電嘅氯離子 chloride 離開細胞。本來細胞有同等分量帶負電嘅氯離子及帶正電嘅鈉離子 sodium， 可是一旦氯離子被 CFTR 推出細胞，細胞中嘅正電物質多過負電物質，細胞立即將部分嘅鈉離子推出，咁樣細胞中嘅正負電變同等分量，細胞唔帶電。呢個時候，細胞外邊有氯離子同埋鈉離子，又叫氯化鈉 （sodium chloride），燃會引起滲透作用 （osmosis）， 把水扯出細胞浮腫。水果中嘅維他命 C 正提升 CFTR 作用，所以水果屬濕。但原來苦瓜素能抑制 CFTR， 所以苦瓜能去濕。濕氣重嘅人唔好食太多水果，每日最多食一個拳頭大嘅水果，亦都唔好另外服維生素 C。所以防止浮腫，便少食維他命 C， 食多苦瓜，處理浮腫，吃我店嘅苦瓜素。